听讲后礼拜个会较热，哎，明天那边不是平安，黎明节平安，阿远平安。好，时间到，咱做来祈祷，感谢天父保守阮伫疫情的中间，讲求主伫即个天气炎热的时阵，来特别看顾，也感谢你，互阮永远有参加组织的机会，即届要来研讨约拿书伫这中间会当得到提醒甲帮助，咱就祈祷各主的名，阿免。阿门。来，咱要进入这个约拿书的
第4章啦吼，嘛是对第3章的上尾节接过来吼，迄个第3章第10节，差不多是应该是讲后壁诶，这个诶段落吼，诶，这个连接啦吼，约拿伫鱼的腹肚内底，基本上是这个一种诶代表，是一个阴间，还是讲死亡之地吼。所以伊伫约拿书第2章的中间，就伫遐来祈祷，恳求这个上帝的帮助啊。鱼仔的腹肚伫约拿书内底是一种诶象征诶描绘啦吼。较毋通去想讲一定是什么大只鱼啊，它是什么鱼安尼吼？那就会有一些的误导体哈。那在约拿书里面，基本上有2个非常大的对比，一个对比就是大海，一个对比就是陆地啊。那这个的对比有几个角度去思考了哈，就是讲，以色列人认为他们的上帝是在路上的上帝，因为他们的背景是游牧民族。在圣经里面，时常如果讲到海，基本上就跟死有关系啊。这是希伯来文化在做思考的时候，所以他们认为有死亡的地方，上帝就不在那里。海不是上帝所管理的，这也是为什么约拿他会去约帕去坐船想要横渡这个地中海到他斯，就是现在的那个西班牙哈，这是他的想法。所以在第1章的时候，他就告别了一个他的信仰，他的上帝是创造大海，也创造陆地啊，这是一个对比。那第2个对比就是一个是死亡，一个是可以生存的地方啊。我们也都知道，诶，现在夏天到了，很多人溺死了哈，就是说在海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呼吸，那不用多久的时间，我们可能就失去了生命啊。那一样的，第2章描绘约拿在鱼的肚子里面，又沉到海的深渊，海草缠住他的头这个是表示伊伫迄个死亡的境界里面他遇到人生最大的困难，所以他就在那个地方来祷告。碰到困难的时候来祷告，那这是一个正确的态度啊。特别他在第2章有讲到说，我用祷告进入你的圣殿。那事实上，他那个时候人是在鱼的肚子里面，在阴间在死亡的境界里面，他人没有真正在耶路撒冷。可是这是一种信仰的表达啊。所以被这个大鱼吐出来，回到陆地，就是回到他原先受呼召的地方他是一个先知，他是在圣殿服侍后来是因为他选择违背上帝，所以他就离开了陆地，进入到海的权柄，死的权柄里面所以他回到陆地，就是回到一个生存的一个时之境里面那我们也知道，被鱼吃了往下沉，那基本上也是一个沉沦就是到死亡。那回到这个陆地，就是表示他开始到可以活的一个境界里面。那在第2章第9节，约拿他在祷告当中讲到说，他如果活着，他就会来谢这个所起的愿那跟上帝
中间的誓约，但是我们说基督徒的受洗也好啦，或是说长老执事或是团契的同工的就任呐，都是跟上帝有这样子的一个约定，他是要回到那个原点啊，去执行他的职务啊，在经文说他去还他所下的愿了哈。OK，那一样的哈，那个就是上帝的呼召，是要回到他起初的爱心。上个礼拜连林长老问到这个问题了哈，所以一位受上帝所呼召的先知，他要成为上帝爱的出口。那约拿，从约拿书第1章我们就看到，约拿他拒绝，虽然他是一位先知，他拒绝将上帝的救恩、将上帝的怜悯、慈爱分享给那些所谓的外邦人、尼尼微城的人，因为他自己不喜欢，因为犹太民族当时候非常排斥外邦人啊，所以他拒绝啊，他就失去了那个起初的爱心啊。约翰一书第4章19节告诉我们啊，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哈。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能力爱，也不是因为我们有能力拒绝去爱人，而是上帝先爱我们的，他也呼召我们去做这个工作哈。所以回到陆地是一个回到起初的爱，去爱上帝，因为要尽心尽力爱上帝，也要爱人如同自己，这是从旧约开始就一直存在的一个诫命啊。所以第3章我们上次也提到，约拿再一次领受呼召，回到尼尼微城去执行上帝的命令啊，就是宣讲那个预言。那个预言到最后，我们才看到他是告诉他们，再过40天，这个城就要毁坏。那这个就很可能就是在第2章第9节他的祷告，那个他跟上帝的愿啊许愿的内容啊，就是去执行一个先知的职责。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他跟尼尼微城传悔改的福音。那尼尼微城的人就从上到下所有的人顺服上帝啊这个我们说这个是另外一个神迹了哈。虽然耶稣说，唯一的神迹是约拿从死里被鱼吐出来这个复活，那他也要成为这样子。可是当一个原本都不认识上帝的一个全国的人，啊，他们的罪恶大到上帝都看见了，这一些人竟然愿意听到先知的预言就悔改，这也是神迹了哈。在今天的这个读经分享里面，我们谈到这样的一个观念哈。那我们就看到说，哎，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个改变哈。那3章10节我们就看到说，上帝看见尼尼微城全城的人、通城的人，他们悔改认罪，然后就改变了他原来要使这个尼尼微城毁坏的意思啊。那在和合本圣经以前都翻译成上帝后悔啊，同这个字，我们后面还会再讲的哈。但是上帝真的是爱世人哈，他就将这样的一个恩典来赐给愿意悔改转向他的人赦免他们罪，让他们免于死亡，就有点也像那个约翰福音3章16节说的哈，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哈。那第4章的全章大概就是我们说完结篇可是这个完结篇是非常奇怪的完结篇。这个完结篇里面有记载几个神迹，上帝的作为那这一个经文的结论，竟然是在上帝跟约拿之间的咱台语叫做搭喙鼓这个有一点像争执的
的过程当中来结束啊。应该要是圆满的结局了，因为这个外邦的大臣也全部信主了。可是，最不完美的是，因为先知、上帝的选民、上帝的仆人跟上帝在那边吵架、争论啊，这是蛮特别的一部经文的书了哈。所以这样的发展，我们值得我们去细细的思考。所以我把第4章分成2次来讲哈。今天到第5节其实也写了蛮多的哈。那下半部我们下礼拜再来谈。OK，那我们要从这边来思考哈，基督徒跟上帝的关系，基督徒的呼召，那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哈？OK，什么样才是我们正确的态度，成为上帝的仆人？好，我们回到第3章第10节哈，我们开始讲经文哈。上帝的赦免，这个赦免的对象，所讲的当然是我们说的尼尼微城的人哈。上帝赦免他们啊，之前上帝是差遣约拿去预言说，在40天，上帝要毁坏这个城啊。那这个里面还有没有其中其他的内容，我们并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可是我们可以看到，从他们的转变，可以知道说，可能有提供一些讯息，他们如果悔改的时候会怎么样？可能呢哈。那第2段就是第4章第1节到第5节，就是约拿非常生气的跟上帝在那边争论哈。那第6节以后，我们下礼拜再说，他在讲的上帝怎么样，有一些作为哈。那一样，我把3个不同的版本哈，一个是右边是台语的，然后其他2边都是这个华语的哈。我用台语来读啦哈。上帝看到因的作为有悔改，放弃因的歹行为，就改变心意，无将所讲的灾难降落伫因的心中啊。那我们看，现在中文译本，上帝就改变心意哈，跟台语是一样。那和合本他就写后悔，那后悔在我们的华语的了解上面会是比较负面的。那原文的意思也不是后悔啊，只是说他改变了。我们以前在翻译的时候会讲说他转译啊，改变心意的意思了哈。所以他就没有把原来说要这个这样的灾难哈，就是那个城被毁坏哈，这就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啊。那我们从台语的圣经来分析了哈，就是说从台语，然后这个原文它怎么写哈？那这个字呢，在新的台语的汉字里面就不见了哈。那在旧的台语的汉字里面有这样子做一个连接词啦哈，就是说把第3章所发生的事情连接过来，那要接到第4章来哈，所以他就这样子，于是哈，有点像这样子的意思。然后我们看一下，和合本就有了哈，我们看和合本。好，于是哈，那现代中文译本跟新的汉字就没有这个字了哈，因为原文没有这个字哈，这是一个虚字，然后做连结，就是有点像用意识去翻译出来的哈。大概让我们知道一下哈。好，上帝看，上帝看因所做的，上帝看这个是一个我觉得用 see 或是 look 都有这样的意思，可是觉得它的意涵还不够深。其实有一点这样子，如果要用英文去讲，是说 watch，上帝在观察他们啊。上帝差遣约拿去尼尼微城，然后去到那边之后，就是让约拿去宣讲预言。然后就观察谁？观察尼尼微城这些人啊，
伫台语也经文讲因啦哈，他们看他们所做的，然后看他们有改变心意哈，这个是重点了哈。所以在这个地方是观察哈，像在但以理书，他说我但以理观看啊，见另外有2个人站立，一个人在河边啊，不是只有看见而已哈，有观察到他，因为这个但以理他可以看得到的，别人不见得看得到哈，不见得看得到。像他们但以理跟他的朋友被关在狮子坑里面，关在火坑里面，那他们知道有主与他们同在，可是在外面观看的人只能看到好像有影子，他们不知道是什么哈。好啊，伫遮咧讲到上帝看到因所做的哈，所做的就是他们的悔改的行为啊，那个王从开始宣告，就是说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要来穿麻衣，撒灰来痛哭来悔改。他在经文里面说，也许上帝哈，也许他们不太有把握，因为他们不认识这个上帝。可是他们有这样的信心哈。耶利米书25章14节，因为有多国和大君王必使加勒底的人做奴仆，我也必照他们的行为，按照他们手所做的啊。这个我们来讲，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行为，或是说见证，按照我们所做的来做裁判哈，这是圣经在讲的将来的审判哈。然后他们有从这个罪里面哈，坏的行为哈，坏的行为，等一下也会讲这个地方哈，就是这个哈，等一下会讲啊，他们就从坏的行为这3个字把它联系起来哈，意思就是说，在这一段里面，原文只有3个字而已啊。好，那他们有从坏的行为放弃，或是说离开，啊，这样就很清楚了。他们从坏的行为来离开，就是不再继续犯罪。我们如果回到那个约拿书第1章的时候，上帝跟约拿所说的，这个大城尼尼微城，他们犯了很重的罪，我都看到了哈。所以在这个地方就看到说，他们从他们的恶行，在以前上帝差遣约拿去的那个原因，从那个原因离开了，所以那个去宣告这个城要毁坏的原因在不在？已经不在了啊。这是大概这一节经文很重要的一个意思了哈。他们因为他们离开原来的行为，恶的行为，然后就表示他们不再犯罪，有听到上帝的话语啊。他说他们的罪恶透到外面前了哈，这是台语哈。就是说他们我们说罪恶满盈了哈，上帝都听到了看到了，然后就有点像这样子，他们的行为就被弄出来了哈。因为他们的改变他们放弃 away from the evil 然后上帝就改变心意这个是一个对称的，当他们在坏的行为里面，那就有毁坏所以这个刚刚在讲的行为好，刚刚对不起，刚刚有提到有一些圣经的翻译用后悔那现在我们不再用后悔这个字来翻译上帝的转变心意的转变那因为后悔在华语的了解上面是比较负面的看负面的呢上帝就转译啊如果用英文来讲 turn his mind
原文也有安慰的意思啊。那同样这个字出现在创世纪第5章29节讲到挪亚然后说是上帝的手中呢要安慰我们要安慰我们创世纪第6章第6节，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就是说上帝转意了同样一个希伯来文的那个字根那就不再照着他原先所讲了。这个原先所讲的就是再过40天，这个城就要毁坏那就上帝就没有再照这个然后没有再去执行了这个字其实我们就应该说去了解它是执行之前猜约拿所说的这个刑罚，他不再这样做那一样他们的坏行为跟这个灾祸是一个对等的，可是他们放弃跟上帝改变心意是怎么样？是对等的这样我们就很清楚了解了这句经文要跟我们讲的那当然这个灾祸跟那个 evil 其实是同一个字就是说因为人的行为是坏，上帝就让他们去遇到一个不好的结果，或是说他们就自己要去经历他们的坏、他们的恶所会遇到的一个结果，或是那个环境那这一段的经文就是说，约拿去到尼尼微城宣扬上帝的预言，那看起来当然不像他在第2章第9节所说的谢我所下的许的愿看起来他是有点像要来试探上帝是否会照他所说的在40天尼尼微城会毁灭。我们等一下在第4章就会看到这个约拿的心态跟做法好，那在第4章我们今天会讲到第5节第2节是最长的那我来再一样我在读台语的约拿对这个代志真无欢喜非常生气，就对上主祈祷讲好。上主我还未走离本国的时，兼毋是安尼讲。我赶紧要走去他死，是因为我知你是有恩典的上帝，充满怜悯。我稍微讲一下因为翻译的关系所以他们在翻译的时候，在新的台语汉字已经把这个语法的前后有一点点对调有一点点对调，这边的次序跟这边的次序就不是那么的相同了好，上帝是袂快受气有丰盛的慈爱，会改变心意，无要降灾的第3节上主归去，互我死的，我死比活得较好。上主安尼讲，你安尼受气甘着这个地方特别要用那个不一样的翻译本来看这边比较清楚，你凭什么生气？和合本原来的翻译是：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合理吗？这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语言，在看圣经的原文有一些的解释上面的不太一样，可是都打到重点了都打到重点好，第5节约拿就出声外到城的东边，为家己搭一个寮坐咧伫阴的，要看迄个城到底会发生什么代志这个就是我在讲的他的心态他的心态在这边他去宣讲了上帝的预言之后，他并不是看到尼尼微城的悔改而高兴，
却是在那边观看，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那有一点跟上帝过意不去的感觉了哈。好，我们从第4章第1节来看哈，一样我从这个台语的汉字跟原文来看哈。对这样代志哈，用那真无欢喜，这个真哈，这个很不高兴，大大的不高兴。这个大跟我们前面在讲那个the greatest 最大的那个字是一样的哈，所以他是非常生气。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第1节跟第5节那个上帝跟约拿说的，你这样生气合理吗？你敢会使安尼哈？你有这个权利吗？一样，他就是这么大的生气。这个大通常是用来形容像上帝或是上帝的权柄啊，可是他对上帝却是大大的生气，伊真无欢喜啊！伊这个真无欢喜啊，这个内底这2个字是一个我们说的形容副字啦哈，所以说1+1更严重更严重，是非常不好的啊。原文有到这个 evil 的这个程度就是就歹啊，就不欢喜啊那样啊。好，好，那这个原文欢喜欢喜这个字是一个正向的，但是在拉丁语系、希伯来文、希腊文，他们都有呃一种2个字加上一个形容词，就会改变后面这个字的词性啊。比如说现在的英文，我们说 happy，我们叫做 unhappy，可是他们的字法那个 un 是另外一个字啊，所以前面就是说他很不高兴，非常大的，然后后面加高兴啊，那是负面的意思来把这个高兴变成一个负面的啊。我希望这样大家可以了解我讲的啊。所以你如果纯粹看希伯来文圣经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字是喜欢欢喜，可是它不是真正高兴，而是有一个形容词来形容这个高兴是不的，是负面的OK，所以他是非常不高兴的非常生气的来面对上帝大大不欢喜安尼就对了所以他非常生气啊对上帝没有去实现说40天后这个城要毁坏那我们来想一下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我们猜想一下，约拿在尼尼微城的外面几天？40天为了看上帝会怎么做，在那边搭了一个棚子，坐在底下40天。那个地方热不热？那个地方就像今天一样外面很热，非常的热，所以难怪他会气他生气圣经跟我们讲他气到什么？气到欠恩气到发火那个意思气到是不能再气了3章10节有告诉我们，上帝让他去宣讲这个预言之后上帝也在查看尼尼微城他们的作为上帝有观看他们从罪出来这个地方约拿也在看上帝会怎么样做在尼尼微城的身上。结果上帝看到尼尼微城的人，他们悔改，他们改变，所以上帝就改变心意，他不降灾难。可是约拿却因为这样子，他就气到发火后面的
经文就在解释说他为什么会这样子生气啊，就解释他的理由了哈。好，那4章第2节我是觉得是最可笑的一个理由哈。他就跟上帝讲了哈啊，那和合本跟新译本就是说，他就想说哦，所以我先去他斯啊，那台语的就把它放在后面哈，放在后面，在这里哈，好，放在后面这边啊。那其他的和合本跟现代中文译本、新译本新译本哈，放在前面哈。好，一共对上帝基督讲了哈。那现在我们要讲的来看哈，那在经文里面哈，他跟上帝的讲话，我们记得哈，我们在这个路加福音15章讲到浪子的时候，啊，我们所讲的话，特别是对上帝所讲的话，其实就是祷告。那怎么样的祷告的内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经文我们就开始先讲到他跟上帝祷告，啊，他向上帝祷告，那讲到那个内容啊，讲到内容，他就是有点恳求的意思，上帝呀，可是他不是真正的恳求，他有一点点在跟上帝在那边好像又不像争论，可是他又软软的跟上帝在那边在讨价还价啊。我为什么会逃往去坐船要到那个西班牙啊？那就是因为呢，我早就知道了啊，这句话啊，我要未离开本国的时阵啊，是的，我们再回来啊，还没有离开本国的时候，他怎么说？他早就知道，也跟上帝说了，可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时候才给我们一些讯息啊。他就是说还在本地的时候，还没有离开上帝的那个地方啊。这个本地跟创世纪12章第1节啊，亚伯拉罕受呼召的时候，那个本地是同一个字啊。所以我会说他被吐到那个陆地是回到原来的地方哈，就是他领受上帝的一个呼召的地方哈。好，他说从那个时候我就说了，到现在我都还是这样子认为了哈。他怎么样认为啊？他认为说，嗯、后面他会解释了哈，他已经有讲了，跟上帝说了哈，所以这句话帮我们补充在第1章里面我们没有看到的，我们很莫名其妙看到说上帝呼召他去尼尼微城来宣讲，可是他就往南到约帕去搭船，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在这个地方约拿就非常清楚讲到了，我已经有告诉你了啊。我有告诉你了，那这个对话在第1章没有出来，在这个地方出来了哈。好，那他就说，因为这样子，所以他离开。那个因为如此啊，因为如此，那他在讲的，他很急着要离开去他斯的原因，是他在第1章里面没有记载的，可是他已经有跟上帝说了。那他离开是非常的急速啊，非常的赶，非常的急哦，非常快的啊。那这个原因，照他的讲法是不是他的错？他要去哪里？他说他要走去他施，这个地方又再一次形容他走得非常的急啊，他走得非常的急。哎，对不起，我的老鼠没有电，所以我现在用手在控制哈。好，他是走得非常的急，有点像追赶逃亡的意思啊，用这样的速度赶快离开上帝呼召他的那个地方。好，好，
另外在这个经文里面，约拿书里面有几个字就我们刚刚讲的，他刚刚说到他就走去他施，也是这个字。然后呢，他是在闪避耶和华，所以他是用非常急的一个态度去闪避上帝给他的呼召好，真正的理由在这边是因为我知道这几个字在原文里面呢他就讲说我知道而已原文里面，然后后来我们在翻译上面把因为加进来的再接上后面的解释然后他是有恩典的上帝。好，上帝跟恩典是连接在一起的上帝是等于恩典，上帝的恩典是一个怜悯就是他一直在讲这个上帝的特性他是有恩典的上帝，他充满了怜悯。可是呢，他并没有因为这样子就来听上帝的话，去将上帝的救恩赐给这个尼尼微城，或者说分享给他们这圣经讲无快受去了原文的意思是说慢慢的上帝要生气是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我们可以去了解这个慢，就有一点像耶稣在说，当门徒问他说：“我们要饶恕人几次？”耶稣怎么说？70个7次，意思就是说，你到49次、490次，你就可以怎样生气了有够慢吧？到那个时候就没有脾气了这意思要上帝的生气或者说上帝其实不会那么快就生气的他是慢慢的、慢慢的那在第3章第9节、第4章第1节跟约拿的生气是不一样的。约拿是马上就翻脸，就很不好，脾气很不好，就气到冒烟那种那种意思那跟上帝的特质是完全不一样的。好，他说上帝是有丰盛的慈爱，而西阿书第6章第5节说：“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上帝胜于凡祭上帝的慈爱是这样子的，因为他有怜悯，他施恩给我们。弥迦书第6章第8节也这样说到：说世人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为什么要行公义、好怜悯？在这里为什么？因为呢，那是上帝的特质。那是上帝的特质，所以他这边就说你要跟什么？跟上帝同行，跟你的神同行这是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的。那现在我们就看到了这个约拿他没有跟上帝同行，他虽然知道上帝是有恩典的上帝蛮有怜悯，也不快生气，有丰盛的慈爱。然后，上帝又会改变心意，不降灾祸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其实知道约拿非常清楚上帝的特质，他也许愿说我要来还我所许的愿。可是当他真正去执行上帝给他的呼召的时候，他叫人家要悔改。可是当众人都悔改的时候，他却生气了。他的生气否决了很多事情，他否决了自己所传的信息他也否定了他跟上帝的决志。他说：“我要向你还我所许下的愿结果没有那他也否决了他在鱼的肚子里面的祷告。那当然，第4个，他否决了上帝的旨意
可能我们也可能再去想一下，他还否决了什么东西哈。但在这里，他甚至为了自己预备逃跑，很快的离开，要去西班牙的事情做辩论。而且我们知道，在第2节里面，我们不认为那是理由的理由。我们再想想看他所说的话，因为我知道上帝是慈悲有怜悯的上帝，所以我要逃走，不去爱人。啊，那他的讲法是这样子的哈，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哈。那第3节就是一个转折点了哈，他是一个上帝的先知，上帝的仆人，上帝差遣他去尼尼微城去讲悔改的福音。可是当大家都悔改之后，上帝没有去让尼尼微城的人遇到死亡。可是这个地方约拿却说：如今求你取走我的生命啊！那个取这个字哈，这个字有 take away 啊，或是说，请你接受我的灵啊，接受我的灵啊。我们在弟兄姊妹安息的时候，我们在祷告当中也会这样子来祷告啊，求主你接纳他的灵让他在你的里面。这个 receive 这个是以同样的意思哈。当上帝的灵人的灵被领走之后，他就是失去了生命了哈。好，从上帝创造亚当的角度来看，上帝向人吹一口气，这是吹出来的。那接受呢，就是取走的意思。那在诗篇里面讲很多次掩面，上帝啊，求你不要向我掩面，掩面就是上帝的脸离开我，那我就没有了生命，因为那个气息是正面的，一离开就没有了哈，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哈。好，那说，请你拿走我的生命了哈，从我收回你的灵魂的意思哈。历代志下34章31节，他说：王站在他的地位上，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的顺服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在尽兴，在这个地方就像我们在生命记读到的尽兴、尽力、尽心，其实这个都是讲生命都在讲生命好，然后他就讲的理由因为我死因为我死比活的更好，意思就是说，上帝啊，你让我很没有面子啦，没有面子死了比活着还好了那我们看到约拿在这个地方用非常悲观的人生态度来面对上帝，来跟上帝抱怨，甚至他求死来抵抗上帝。那约拿所用的是那种要求是即时性的所以他在祷告里面这个经文里面他说：现在求你，就这个现在是即时的如果要用英文讲说 right now 那它是一个时间副词，却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要求那圣经记载约拿是用祷告的态度跟上帝讲这句话，这感觉上就很像路加福音15章那个浪子开始对他父亲说的：我的给我这样子那种很我们说的很违逆的没有礼貌的一个生命态度在祷告那一样，他要求上帝违背上帝的旨意，又讲了似是而非的一个理由，然后又说你干脆让我死掉好了收回我的生命我想这也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特别是当我们遇到一些困境的时候、生病的时候，我们要用什么样的生命态度才是正确的？我觉得这是我觉得我们在这边也被提醒的好，那第4节说，上帝告诉他上帝就回他的话你这样生气，等于讲你生气了你生气对吗？这个生气呢，原文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刚刚讲过的，
它是那种冒火的生气哈，就头上着火了哈，那种火冒三丈的生气哈，你这样生气对吗？合理吗？哈，那原文的意思是你这样生气能得福吗？是对的吗？是一个美善的事情吗？啊，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哈。哎，那利未记10章20节，摩西听见这话，便以为美。这个美字就是今天我们在翻译说安内甘对了哈，这个美字哈。哎，好，那我们就知道上帝的意思就是说，回到原先的创造里面。上帝的创造是什么？他看每一件事情都是美的。那生气是不是美的？这边就很清楚了哈。这是上帝告诉约伯的哈。所以明白上帝对约拿态度的回应，上帝当然也不高兴哈。那个回答是简洁而有力的。好，最后一节，约拿就到城外去了啊。那他们两个对话之后，我们就看到约拿又用一个非常不礼貌的做法，他就不跟上帝讲话，头一转就到城外去了啊，到城的东边，为了自己搭一个盆子哈，在那边哈，大家来聊啊哈，所以他就出去啊，他就出去。好，这个出去是有我们说的力量的哈，比如说在圣经里面，创世纪第1章24节他说的，神说地要生出活物，这个是有创造力的哈，有创造力。那意思就是说，上帝问了约拿说：“你这样生气是对的吗？是好的吗？”他就用非常有力的方式就离开了。好，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年轻人跟父母亲讲话，他不高兴的时候，头甩了就走了，是那样大概那样的意思的哈。啊，伊的坐底下的硬的下看啊，那是自己所搭的这个寮啊哈，他坐在那个下面。那这个字跟3章6节的坐在灰上面那个坐字有意思的，有相同的意思，又打算有住在那边有长久的意思哈，有长久的意思哈，那就住在那个地方啊。这我们看画家笔下那个约拿的一个态度啊，约拿一个态度，他就在那个地方来看这个城什么时候要倒，这有点等得不耐烦，然后趴在那边等啊。好，那他为自己搭一个棚子，这个搭字啊，跟上帝的能力是有关系的啊。那这个当然不是上帝帮他搭的，但是这边是一个对比啊。比如说约拿书第1章里面讲的啊，上帝创造大海啊，那你所做的款待，这个都跟这个字搭是同一个字根啊。第1章14节也讲到啊，照你的旨意来行啊。那第3章第10节啊，也不降灾啊，不降灾也是这个意思哈。那在这个地方是约拿做这个事情，跟前面我们经文看到这个几个字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其他的是上帝的作为，这个是约拿想要用自己的力量。其实约拿从头到尾都是想要用自己的力量哈，这个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在这个地方。那上帝的能力、上帝的作为，这个地方却相反的哈啊，应的下面就是说，他用自己的能力去让自己有一个保护啊，我们就想象那个他要跟我们传递的那个讯息哈，上帝差遣大鱼，看起来是让他进入死亡，其实上帝是保护他，那是用上帝的能力。上帝用风来阻止他们的船往西方走啊。那在这个地方是约拿用自己的力量，他自以为自己可以的力量去想要保护自己啊。
好，那在这个地方就要看这个城到底要发生什么事情啊。当然，我们前面也讲过，跟3章10节，上帝要观看他们所行的事情，看看会不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就看到尼尼微城他们的悔改啊，他们的一个反省啊，哈。可是另外一个是约拿，他故意在这边要看会发生什么事情，看看上帝你会不会乖乖的做啊？有这样的心态啊，有这样的心态。好，当约拿到尼尼微城传达这个悔改的信息之后啊，后来就发生全城的人，从王到最微小的啊，甚至牲畜都啊穿麻衣，撒灰祷告，那这边来悔改，转向上帝。结果约拿却是生气的，他甚至生气到城的东边去看看这个城会不会受到什么刑罚，看看上帝会不会实践他所说的话啊。可是，我们也很清楚，在第2节他自己已经说过了，上帝会转意，不降他所说的灾。上帝非常严格的问约拿说：“你这样生气是好的吗？是美的吗？是合理的吗？”约拿仍然不顾上帝的看法，到了城外哈，要在那里看上帝是不是要照他所做的约定的哈。那我们用罗马书第11章的经文来看呢哈，特别是第3节，讲主啊，你抬起你的身体，跳回因抬起你的身体哈，跳回你的这段，只有剩我一个人哈，因嘛在孝顺我的性命。这个是在讲以利亚了哈，以利亚。那以利亚也碰到困境的时候，也跟上帝祷告，可是他跟约拿都是先知，都是受差遣的。可是我们看到，以利亚先知是奋战到最后一个人，他在那边跟上帝来祷告，可是约拿却不是哈，他是违反上帝的旨意，就在那边求死啊。那我们有几个思考的问题，让大家来想哈。约拿在大鱼的肚子里面觉知要顺服，可是事实上他说要献感恩的祭，要谢自己所许的愿，要接受呼召去传悔改的信息给尼尼微城全城的人。但是事实上，应该众人的改变会带给他高兴，可是他没有哈。那他想要看看上帝会不会照他所讲的话来降灾哈。所以让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问题了哈。他说顺服的意思是什么？照约拿的记载约拿不但是一个逃跑给上帝追的人更加是一个不顺服的先知。那我们呢？我们自己的信仰态度是什么？是不是我们常常也是快速逃跑，让上帝追？第三个，我们常讲说"深渊在我"，这是引用上帝的话啊。那有些人就会说"深渊在上帝"，所以那个上帝你要给他报应要替我报仇一下哈。其实上帝的在圣经里面在讲的意思不是这样子"深渊在我"的意思就是说，上帝不要我们自己去用自己的怒气来面对我们所不喜欢的人，或是得罪我们的人啊。那上帝说他自然会去处理。那上帝会用什么方式处理？不是在我们的要求底下。可是今天约拿的问题就在这边上帝，你叫我传递的40天，这个要毁坏，你就要照做，无论他们怎么样。那这样就不用有福音了就像索多玛、俄摩拉就好了，通通毁灭掉就好了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基本上约拿的态度就是以牙还牙的这种态度，但是上帝并不是这样子那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欺负我们的人？或是我们不喜欢的人。我这边会引用这个，是因为，犹太人在约拿的时代是刚从受辱的情况离开，所以对他们说，外邦人是欺负他们的人，他们认为说他们就是被毁灭就好了
他们对外邦人是很排斥的啊。或者这是我们自我勉励的一个经文哈，就是说深渊在我哈，我们要学习将自己完全交托给上帝。所谓的完全交托，就是说让上帝做主，不是我们做主啊。我们也不要祷告说啊，上帝你要对我们报仇，因为你说深渊在我哈，其实不是这个意思的哈。好，原来到头来想的都是自己。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感受、自己的面子、自己所搭的草寮啊，那在那边观看看上帝会不会照做，也是自己的面子的问题哈。那在服饰上太看重自己，会出问题了哈。那当然，是不是我们也容易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的生命当中有没有经历过上帝的神迹？那我们的认为的神迹是什么？有些人认为神迹就是说，掰开让行了哈，哎，是不是一定是无中生有，或是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样的改变，我们得到什么样的恩典啊？那神迹其实在指的范畴是很大的哈，不见是有形的哈。那是不是我们愿意在生活当中与主同行，时刻有主来与我们同行的哈？那在今天的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啊？我想这个也可以让我们来思考的哈。然后下个礼拜会把约拿书通通讲完哈。那在下个礼拜我会整理这个里面的一些主题式的思考啊，比如说讲祷告、讲呼召等等的，我会列一些，然后来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哈。好，以上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要分享的？牧师，我请教一下哈。好，像那个尼尼微城，它是一个邪恶的城嘛，哈。嗯牧师有听到哈？有听到，是那是因为就是说是约南会传讲那个讯息，那悔改的讯息，还是怎么样？嗯虽然说是神迹啦，他们上上下下都悔改嘛，然后都相信嗯上帝的话。嗯是表示约拿人会讲到呢，还是说尼尼微城的人知道说，如果他们不悔改，然后他们这个城就会被毁灭这样子？我想可能性都有啦哈。那我们如果回到经文，你给我一点时间，我把经文找出来。嘿，哦，等一下哈，好，我们来看一下他第一章他怎么写的哈。那这个是很好的一个问题了哈。我曾经跟大家分享到，就是说像那个彼得在圣灵充满之后，他的讲道啊，那他的讲道呢，让3000人信主。嗯嗯嗯，我自己当牧师这么久哈，我都觉得很羡慕啊哈。我能够让三三个人在我一次讲道里面信主，我觉得哈利路亚阿门哦，我就很困难了哈。但是我觉得不是只有说一个牧师的讲道能力有多强的一个因素，而是这个上帝在做工在这上帝个里面。其做工，实，哎，其实你注意看哈，其实当我们看到那个初代教会开始建立的时候，彼得让3000个人信主的时候呢，那，诶，所有的门徒其实是一起服侍的，嗯，他们所有的人都讲各地方的这个语言，到他们在传达的一个的事情。我来找一下哈，诶，你讲的是你的问题是在第3章哈，就是说他的讲道对不对？对，好，那再等一下。我本来也是想说，是不是上帝在做工？可是上帝说，如果他们不悔改，就要把他们毁灭掉嘛。
对，这是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说他所传讲的内容，那嗯这个地方，呃，这个王会不会相信？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嗯素之一啦，哈。嗯，那这个王相信了之后，他愿意带着所有的尼尼哦微城的人来悔改，这也哦是非常哦，重要的一个带因素哈。头啦哈，但是对，可是嗯，他在里面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等一下我还没找到我的讲义哈，看一下，然后那个王有讲一句话非常重要了啊，我现在把它弄出哎来，等一下看一下，哎，嗯我来分享我的经文这边，然后因为我现在貌似不太方便，我先用手在动，好，这样有没有看到圣经经文？耶哎有没有看到？嗯好，那耶和这个王他讲了一句话嗯我觉得他非常有信心呐、嗯他说呃，每一个人都来这样做丢弃手中的强暴，这是在第8节后面。那在第9节他说，或者神，或者他讲的是或者神转意来我再重新画一下，让你看一下是不是他有听懂？我也不太确定，因为圣经没有这样说。可嗯是他的态度是这样子，或者神转意后悔这是和合本的那嗯就是说，意思是说，上帝会转意，不再发烈怒，使我们不致灭亡，然后也未可知。嗯他不确定嗯他嗯完全不确定，但嗯哼是他愿意这样做他愿意这样做。我相信这个很大的一个部分是上帝亲自在做工嗯嗯我哼我们揣摩一下嘛如嗯果是我啦嗯我现在去做一件我不太想做的事情，我讲话可能很没有力。哎，你们那40天那个这个城就要毁掉了嗯看你们随便啦，怎么样都可以啊。我嗯，可能我的态度会这样子，讲话会很没有我力，有没有可能？我觉得有可能的可是我们再看第4章，刚刚他在讲的说，或许上帝会转意。那嗯嗯在约拿说的这个上帝，他离开上帝呼召的地方，他的原因是什么？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且后悔。好，来，我们再回来看第3章，后悔，嗯这个王说的，我这个王说的，或者神转意后悔。是不是约拿在讲的当中有提供他这样的讯息？我们嗯，也不知道。你但是是圣经的记载非常简洁嗯甚至在第4章还有在补第1章的讯息，对不对？啊，嗯嗯这我们都不知道。可是嗯我们知道是说，当上帝呼召一个人，一个人愿意跟上帝同工的时候，这个嗯神迹就要出现，嗯上帝就做嗯工。嗯哎，嗯我相信这样子啊。对，好，哎，牧师谢谢，很不会好，不会不会，嗯。好，我们欢迎裴明姐一起进来哎，还有没有问题？
好，不然我们请那个文博长老带我们祷告来结束今天的查经。咱做伙来祈祷。主比怜悯疼痛的天父上帝，你是大有慈悲佮怜悯，你用你的温慈款待世间人。就算伫旧约的时代，阮也看到亚伯拉罕为着索多玛、俄摩列两个真正罪恶极大的城来祈祷的时，甚至真剩10个人，你也愿意来无毁灭这个城。主原知你的恩典就是遐尼啊大，你愿意为着城中只有少数的义人。因伫迄中间来做光做盐，你就无要毁灭因。主啊，恳求你会当伫阮的时代，犹原是共款安尼。阮伫时代中间有侪人犯错伫罪主你，总是主你恩典甲阮即个世间三个地地，你拢是咧等待阮人的悔改。主啊，你的信息是遮尔宝贵通过牧师，通过用老师看到尼尼微城所有发生的代志。伫最后你也着用那讲即个城中还阁有迄个无法度分辨正手倒手的，才会害才会婴孩，主你的怜悯着临到即个城，互即个城的王因为咱来悔改无毁灭因。主啊，恳求你帮赞，互阮会当伫阮的时代中间，阮犹原虽然是少数，阮也犹原愿意来为主你做工。伫阮的时代中间，通过阮的行踏来阳光见证主你的名，互人会当来认捌主你，得到主你的拯救。主恳求你赐福带领甲阮三甲地地保守阮以后日子拢有主你看顾阮这个礼拜日犹原有这个马街以上的这个画图比赛的这个颁奖，主恳求你会当互遮个得奖的人会当顺时到伫教会中间，阮踏入教会会当来慢慢来认捌教会。主恳求你赐福带领阮每一个肢体，甲阮教会事工阮要这个查经结束主恳求你继续带领甲阮每一人三个地地，我伫你面前献上感谢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免。阿门。哎，好，谢谢。好，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谢谢牧师，家，谢谢牧师，哎，平安，好，平安，祝平谢牧师安，平安。平安。平安。